就是安排圣歌队甲管弦乐团做伙来献诗俄罗上帝。啊，无拍算吼，迄真侪挑战哦吼，咱的圣歌队员吼，有人染疫啦吼，啊，因拢坐做伙，搁咧唱歌吼，啊，毋是一个调啊，几若个，啊，所以吼影响到规个团，啊嘛影响到因的歌声，因为爱保护拿后吼。啊，咱的林清长老指挥呢，伊就想讲，啊，安尼，咱的周年庆袂当献诗，啊，无咱是毋是定今仔日即个主日，啊，吼圣歌队搁加休一礼拜安尼吼，啊，用乐团啊来用音乐共款学了主，啊，实在是有无共款的感受，咱搁一遍拍花，甲因多谢好无？谢谢。啊，咱今仔日吼。节目真丰富啦吼，除了咱的正常的礼拜天数以外，咱今仔日嘛有咱的即个中保大岛的即个见证哈，啊，搁有呢就是咱一个月最后一礼拜，咱拢有一个祈祷异地的祈祷，啊，小等呢牧师要招呼咱无论是肉体有健康的需要，有病痛，求主要医治。也是心灵上有软弱所拄到的艰难，要求主来透放；也是咱心内有真大的一个安尼心意，要求主来成就。小等的牧师会招咱来到你头前，也要请咱所有而且的服侍同工吼，大岛团，你就是上帝差派的使者。咱的长老拢是主所高我服侍的，来到头前勇敢奉主的名来宣告主要医治因。啊，咱大家陆续来到你头前，啊，小等的，啊，咱讲到后，只是咱要分享主的话进前，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伫即个时阵做伙同心聚会，是因为阮知影，伫即个疫情还未完全消退时，阮虽然还有惊吓，虽然有侪侪顾虑，总是阮知，若毋是上帝你允准，就无一支头毛来落落。所以，若确实有即款种种的挑战的事，我若确信你的同在，阮心就无惊吓。所以，阮的敬拜，阮伫主你面前领受到天顶来的气力、信心，以及真大的稳定的气力，互阮面对每一日的挑战。愿你的话启示阮，真侪阮日常服侍主、见证主、传福音的帮助。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连下日四月今仔日，咱用马可福音8章一段咱真实的经节，就是耶稣伊咧讲起伊的预言，就是人子要受真侪苦难，然后互长老、祭司头、经学教师拒绝害死3日过活。啊，这拢是伫还未发生以前所讲的。啊，故事安尼讲彼得听到安尼吼，哇，伊感觉讲不以为然就对啦，感觉讲哎哟，咱的主哪会讲遮个无信心的话？还未曾拄着苦难，就讲我会安怎，搁而且是性命的问题呢。啊，所以呢，彼得出于一种听老师的心意啦吼，啊，完全无考虑其他的，就换伊来责备老师，哈，讲责备老师。但是咱的主耶稣伫迄个时阵呢，用一个对上帝来的声对伊讲：撒旦闪开，你想的毋是上帝的事啦，是人的事。用这个做故事的开头，然后耶稣搁一遍伫遮来甲伊讲起要军队伊个人的重要的原则，也是讲重要的态度甲生命的价值。啊，咱要用这段经文，甲咱思考一个主题啦，就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甲社会每一个分子，伊的差别伫倒？伊的差别是在伫咱的生命有互主蒙着，咱的生命，特别是属灵的生命，有圣神来高抹。有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来翻转。当你的生命有翻转的时阵，你才有迄个气力，也是讲有迄个催逼，甚至是迄种
义务的心，迄种自愿的心欢喜来为主做见证，真做福音的光。这是今仔日咱简单要分享的一个主题。但是这位2礼拜前，咱庆祝46周年，牧师用这个重要的一个富强教会的使命宣言，甲咱三甲学习。咱要搁4当后，就要迎至50禧年。伫这个开始一笔办心的过程中间，今仔日的学习是讲，咱每一个主内的百姓兄弟姊妹，咱若无对生命来改变，咱干若要受一寡真闹热的节目，也是讲有啥物款的各种的状态来表达，迄毋是完全上帝爱咱做的，是咱先对个人的生命转化做开始。2礼拜前，牧师安尼甲咱分享学习讲，咱要伫2026年接迎至富强50禧年。当咱在回顾上帝所赐伫40几年来所赐美好的基业，但是咱搁较爱追求对上帝来迄个禧年的祝福。伫迄个时阵，咱有三甲学习，讲是咱富强教会50禧年的即个使命宣言。就是咱同心来往这个5个目标来去做，互上帝的恩典、上帝同在的记号、十字架的光，伫咱富强教会大大来展现。咱常常提出来讲，毋是讲老生常谈，这个讲毋是一个宣言，干那搭伫壁呢，也是搭伫咱的电梯内底。这故事若定是咱在思考讲，那安尼，遮个我会当参与什么，会当做什么？所以咱会常常提醒，常常甲咱鼓励。咱的基甸牧区，我有引用因所搭的即个投影片，感觉真有迄个美术感吼。这是咱搭伫电梯的使命宣言，就是要互你常常看到，知影讲到这个是要甲我讲啥吼。这是咱的这个基甸牧区因所搭的吼。伫遮，咱这5项，搁一遍来复习是，咱要追求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是真理的条约。伫这个所在有上帝真理的话，伫这个所在定地起。咱毋是用人的话，用人的这个思想来建立，是呢追求上帝的话，照圣经的教示来去做。第二，咱是要追求咱的教会，处处去学习安怎听人，做袂到，搁做较济。咱无气力，求上帝赏赐咱气力，互咱真正学习去做到一个，咱讲。做甲超过，做甲超过意思讲吼，互人感觉讲安尼，我都也无互你什么，你来对我遐尼好，迄款的疼，毋是应该，毋是必然的，也是拄啊好的，是超出的。第三，咱的教会是一个积极传福音的教会，是处处逐位有机会就传主的福音，互人来认捌主。咱常常看见有真侪兄弟。带朋友、带你的亲人、带你的厝边来教会参加聚会。咱祈祷会嘛有足侪人讲来参加咱的祈祷会。虽然伊家己也无了解教会是啥物，总是感觉讲我领受这个疼，我要甲你分享。佫一项是信徒灵命丰盛的教会，这是咱教会常常爱伫迄所在家己警醒的。灵命丰盛的意思，毋是讲你读圣经读几遍吼。我对细汉就拢伫教会，大家熟毋熟毋是这。迄颠倒是爱互咱家己检讨讲，我是毋是靠俗去啊？我是毋是用我家己的知识、甲我的传统、甲我家己经验到的文化来代替上帝的话？所以灵命丰盛的意思是，常常互圣事来更新，常常谦卑伫主的面前讲，我要归零。到底我有甚物款所在已经纳入去世俗的想法、社会的想法，我家己的知识、
我家己个人的专长，要来主导上帝的话。搁一项是，咱也面临着世代交替。咱的教会40多年来，已经经过2-3波，咱上帝所带领尽忠主的工人，上帝所差遣这的门徒，为着咱教会拍落真好的地基。但是咱要安怎顺利来交棒？咱要安怎顺利互这少年的一辈，因面对这个网络的时代，因面对着这个多变化的社会、多元的社会，因安怎因家己的领袖会通成做咱教会上大的帮赞？咱若是聘请新的牧者，咱也同款要差派新的一代上帝所听的工人，伫遮做伙来服侍主。这是咱的心愿，也伊要成就是上帝的恩典，搁较重要是每一个兄弟姊妹愿意认同欢喜参与。但兄弟姊妹，伫即个使命宣言中间，我感觉即个传福音的教会，积极传福音的教会，是咱搁来9月份开始要成立幸福小组，咱的到年底的时阵，咱要举行即个感恩节、圣诞节的这福音大会，这是咱即个要努力用团体的方式传福音的一个时刻。咱教会会当积极来传福音。但这个传福音，今仔日的主题是讲，咱必须爱对个人的生命的转化做开始。因为若无有生命的光，你用人的话，有时你就袂达到人的心。所以传福音，领人归主，关键因素毋是策略甲方法，也是有遮侪师资甲教材。上较直接、上较有效的，就是生命的转化。你的生命有改变，人看你就了解一切，就明白一切。就是咱用迄个上界原始上帝所予咱的祝福，咱的生命受改变，然后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所以咱的主耶稣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伊对彼得的责备有感而发啦。彼得的责备伫人的社会来讲无啥物毋对，一个学生好意来苦劝老师毋通去冒险，也是讲去拄着灾难，趋吉避凶，安尼是合理啊。但是咱的耶稣一针见血，直接插落去，插去伫迄个上界关键的福音的核心啦。所以这段经节嘛会使看作是耶稣伫生命转化的教导。马可福音第8章遮，头一个耶稣的指责毋是针对彼得这个人，耶稣的指责是看见彼得后壁面迄个心思意念，毋是出自上帝的意思，是出自魔鬼的意思。所以这基督徒有一款眼界看见眼前的事，看见表面的事，看见后壁上帝的意思，这是咱基督徒头一个要认捌的。所以耶稣所讲的是超越人的眼界甲见识。耶稣甲彼得讲：撒旦，闪开！你所想的毋是上帝的想法，是人的想法。当咱有法当对现实的现象看见上帝的意思时，这个就是咱生命改变的第一个开始。第二，耶稣佫讲一个咱世间人真困难来理解，也是领受的部分，是讲耶稣讲吼，你想要救家己生命的，反倒会失去生命；为着我甲福音的缘故，丧失家己生命的，会得到生命。这就甲咱的知识、逻辑理解完全无相像嘛。这什么意思？意思是你珍惜家己现有的，你就无愿意放弃。当你愿意为福音来献出的时阵，上帝加添较侪互你。
啊，这也是咱看去圣经的人物内底，真侪是迄款原来已经足侪啦，足有的，毋过伊愿意为着福音来放弃一切。但是上帝所予伊的是加倍搁加倍，超过伊所求所想的。小等下，咱会分享几个圣经的人物来做代表，看见这款的现象，也是看见这款的假事。然后耶稣讲：“你要哪跟对我？”甲头前这句类似啦。假使若有人要跟对我，就着放杀家己，背起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背起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台语的圣经是讲，要对我的人，就完全否定家己，举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这个十字架是一个责任，是一个负担。事实十字架嘛，可能是你家己原来的迄个重担，但是你爱徛在主的面前，互主甲你写落。十字架是一个刑罚的器具，但是嘛是一个救恩的记号。耶稣基督讲：“恁都爱放下家己，背起十字架来跟对我。”当咱跟对主耶稣的时阵，咱看见主耶稣嘛是背十字架，伫各各他的路跋倒再跋倒，无气力通举迄个十字架到各各他的山顶。但是当伊受钉伫十字架顶的时阵，伊所带来的救恩，十字架所变作是一个拯救的记号，是一个赢过世间权势、赢过死亡的权势的记号。所以你无放弃，你就得袂到。你愿意放下家己，你才能得到家己。甚至你愿意失去性命，你才要得到性命。我讲起讲，有时咱家看做遐尼大的题目，什么人做会到？事实，若要讲较简单是讲，生命就是时间嘛。咱讲时间就是生命嘛。你愿意奉献时间互主无？你若牺牲家己的时间，你就要得到时间。所以，迄个生命会当讲足侪的层面。你牺牲家己的温数，但是你得到更较大的温数。你牺牲家己休困的时间，好亲像安尼真无用。但是主的内面，你得到心灵的医治，你得到透放，你得到喜乐。这个拢是一个安尼辩证辩证，失去得到，失去得到。咱的主耶稣用这个在甲咱提醒。最后，伊用一个上大，咱世界人上大一个课题，所以讲一个天问就对啦。生命的价值到底是甚物？耶稣讲，人得到全世界，煞丧失家己的生命，有甚物利益？人会当用甚物代价来换家己的生命？你得到全世界，真好，总是生命煞无去。到底生命甲世界，倒一项较价值？所以耶稣最后是直接去担点着咱逐人，迄个追求永恒生命，迄个永恒的平安、永恒的价值，来甲这个世界来比拼。人有全世界。但是无生命，一切嘛是搁归零就对啦。你原来顶悬加足侪，一直天，但是生命无去，像耶稣所讲的迄个，譬如一个财主，无用试试，为着家己去设仓，开仓库，要装较侪伊的财宝。但是当伊的生命无去的时阵，遐个财宝变别人的。像你智慧。咱用耶稣的教示，咱来学习圣经，有真侪人物拢是因为安尼来成做一个上帝所转变的人，也是成做一个为主做大代志的人。真侪，咱无用通所有拢讲啦吼。伫圣经的中间，这个人物生命转化的典范，圣经中上帝所创造迄个伟大的事件，拢是对呼召人来开始。意思讲，上帝通做任何的事，但是伊要叫人来做。
伊要叫人来执行伊的意志。所以即款人伫上帝眼光安怎选的？咱在座有真侪做头家吼，有的是安尼公司的董事长，也是总经理。你要经人，你有一套你的哲学甲逻辑啦吼。但是我相信，足侪人无法度通理解上帝安怎经人。上帝经人是伊的生命转化做开始，因为即款的人就会背伊的世界来军队主啦。即款人才会当放杀家己的生命，为着要得到生命。所以兄弟姊妹，个人咱家己灵命、生命的转化，就要带来教会转化。拢是我大家想做的办法，讲你着改变，你着改变，但是家己无改变，这个教会嘛无可能改变。因为你个人改变，造成一个咱讲迄个蝴蝶效应。咱唔知捌听见伫韩国的福音的故事，迄实在是足精彩吼。事实韩国的这个福音的开始，也是讲灵命的改变，唔是现在的南韩哦，是伫北韩迄个平壤迄个所在。差不多100年前，福音已经伫这个韩国北韩的所在传足多啊，但是对伫因在祈祷会中间有长老带头讲：上帝啊，咱的教会袂复兴，福音传袂出去。主啊，求你赦免我，因为我有做唔对啦。上帝求你赦免我的罪。哇！对迄个时阵开始，长老会认罪，带来遐宣教师嘛认罪，带来侪兄弟姊妹互相来认罪。所以100年前有发生这个平壤大复兴。所以韩国的迄个信仰文化，就对迄阵开始，佮加上韩战所带来的灾难、苦难。所以因就开始改变，这嘛是一个伫历史上一个国家的福音的历史，人的转化带来整个迄个大的效应。所以咱通对圣经的人物看见，因为人的转化来转化人民、转化教会、甲转化国家。这人物实在是真多，咱随时摕你拢随摕出来。我用2、3个来做一个，算讲一个示范啦，咱看见旧约中间雅各伊安怎变转化，咱看见大卫伊安怎转化，咱人看见保罗、彼得因安怎转化。今仔日三个分享的有这3位，第一个就是对王子到牧人，意思是摩西，这个摩西。前40冬是生活伫埃及的王宫内底，是会使讲是权势非常大的王子。但是迄个时阵，虽然王子伊的权力已经足大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毋过当伊要为着伊的同胞出水的时阵，要主持公义的时阵，无细日去拍死人。一夕之间哦，伊的权力拢无去啊，王子的地位嘛无去啊，伊是变成一个逃犯啦，变成一个逃犯。原来这是上帝予伊的一种翻转的时刻，用这个功课，用这个学习啦，迄是差不多你要逃命吼，命要无去迄款的转化呢，伊都去到旷野的所在，伊都去到迄款无人捌伊的所在，然后才伫伊的丈人叶忒罗的家庭带来一个全新的人生。伊伫遐学习偌久，佮学习40冬。上帝咧转化人吼，无咧嫌时间长短啦，有的是一刻之间就改变啦。有的是用40冬来磨练。摩西伊原来是王子的地位，无法度人伸张公义啦。但是伊到旷野，诚做牧者，
一个顾羊仔，日日拢甲羊仔做伙，伫迄个炎热的天气，伫个吊棚内底，伊无人通讲话，伊只有甲遮羊仔对话。毋过，即款的生命竟然是互上帝来使用。上帝伫旷野呼召伊，上帝伫迄个气魄、互火烧无倒去的所在，甲伊宣告，讲你要诚做引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领袖。所以，伊来甲法老伫遐来对话，用惊神热来赢过法老伊遐的术士。摩西伊带以色列百姓面临着红海的时阵，规个拢是水，要安怎过？前无路，后壁有追兵。上帝只敢若一支，互伊一支拐仔，可能是伫旷野捡到的，也是讲整理出来的拐仔。这拐仔却有上帝的气力，以奉主的名宣告，迄个红海就开。水就退，然后几啊十万的百姓一一来行过红海。兄弟姊妹，这个摩西互上帝改变，伊原来想讲，我一生就是伫旷野到死啊，会当饲足侪羊，我就算已经真好的成就啊。毋过上帝确实对上界卑微的所在高升伊，因为伊安尼才知影讲，若无上帝的引带，伊人实在袂做甚物。咱看见摩西受呼召的时阵，伊就讲啊，讲我喙齿无好啊，我口才无好啊，我哪有可能我敢会晓带羊啊呢？我哪会晓带人呢？但是伊因为看无家己，否定家己，就亲像拄则耶稣所讲的圣经内面所甲咱讲的吼，对我的人完全否定家己，拿家己的世界来跟对我。第二个。咧，就是撒该。咱看见撒该较早是看钱亲像命，四过共欺骗。较早咧抽象就是咧共收税吼，拢是用卯的吼。咱新圣经讲是卯税，卯税意思讲即个地区要收偌济税金，罗马政府讲交代你，后来你有亏力，甲我收对。我要收偌济，几成你家己读。你收的少，迄你的，你交我，互我偌济就好。伊是靠即款人、即款情形来生活的，趁钱的、好嘢的，互地方的人所厌恶的。但是这个撒该心无平安，伊感觉讲，遐尼侪财富对伊煞变做无甚物路用，所以呢，伊就看见耶稣要来，伊就爬去到生菜树顶悬，为着要看耶稣一面。伊嘛毋敢去就近伊咧，伊只甲远要看就好，是因为伊知影伊的心有一种无平安，心有一种的苦难挂虑，互人讨厌，无得到接纳，所以耶稣行到伫大树的边仔，甲伊讲：撒该紧落来，我要到恁家，我要到恁家。伊原来是众人所厌恶的，却是互主来接纳。也因为即款，原来看钱亲像性命，因为伊得到救恩，得到救恩，对欺骗、甲人讹诈，变做欢喜，真济别人。这是真正一个性命完全的改变。迄边仔人伫甲讲，这人是起笑是无？这个人是动工去啊！较早一线一厘都要做算较对的人，竟然伊讲。我若较输，有甲人讹诈的，我要4倍来赔伊，我要分一半互送向人。所以耶稣才对这甲伊祝福讲：今仔日救恩来到这个家，因为这个人同款是阿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是为着要找甲拯救迄个失迷的人。兄弟姊妹，这互咱看见，迄个改变是遐尼大，大是伊对伫撒该整个行为观念的改变，所以这个生命真做
一个受祝福的生命。这款的改变，伫咱的社会，伫咱的基督徒中间，嘛做一人在发生。所以，咱看伊第三个例啦吼。第三个例是一个卑微的人。伫我看伊这个历史中的这个事件的时阵，我发觉到一项啦吼，有的是伟大的英雄人物，上帝甲伊拣选，但是嘛是一个市井小民呢，一个普通名不见经传的人，上帝嘛共款甲改变，改变了，共款会当做为着上帝做大事，所以咱唔通想讲哦，这拢是遐英雄人物才有机会，咱一个普通人哪有机会？耶稣的救恩临到一个无记名的妇人人，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记载约翰福音这段经节，咱有用会当复习，知影讲耶稣甲伊的学生都行到撒玛利亚的境界吼，都已经中昼时啊。耶稣伫树仔骹一个井边休困，伊的学生讲去买物件，讲要去买物件，来支机就对啦。忽然间有一个妇人人举一个水盘吼，来遮要抢水。较早咱伫迄个时代有水，实在是生命唯一的机会。若无水就无可能。要摕水拢嘛早暗较凉，但是呢，这个妇人人中昼来拍水，中昼来抢水。因咱知伊的故事，因为伊的行为，也是讲伊的这个人生的故事，互社区的人所来厌恶、所来讨厌。人若无人要甲伊接触，感觉伊是安尼污秽，无想要甲伊做伙，所以只好伊就中昼来，中昼人咧休困啊。所以吼，伊家己会当单独伫遮来抢水，就无受到这个别人的歧视甲搅扰。无想讲耶稣拄啊伫遐咧休困，然后伊就甲耶稣来对话。兄弟姊妹，伫咧耶稣对话中间，因本来是无可能讲话的对象呢。伊圣经耶稣嘛有坦白甲因讲，妇人人嘛坦白应答讲：阮是撒玛利亚人，恁是犹太人，咱本来就无咧做伙啊。咱无甚至袂使讲话，更何况是男性甲女性讲话咧。但是伫这款对话中间，竟然去讲到核心迄个信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那讲伊甲伊讲到讲敬拜的所在，讲到底是伫这个撒玛利亚的山顶，还是伫耶路撒冷？耶稣甲伊讲时刻要到，现在就是真正敬拜天父的，要用心灵甲真诚来敬拜。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要用心神甲心识来敬拜伊。原来是咧抢水，讲水会喙焦，我要使你换水，互你一生无搁再安尼喙焦。讲起到迄个生命上根源的所在，兄弟姊妹，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人，因为看见生命的主，伊对见笑来得到自由啦。原来是互人安尼指拄，人踢笑，互人配臭烂的人，伊伫遐得到自由。而且竟然伊勇敢，当伊甲耶稣见面，得到生命的光，得到翻转生命了，伊直接转去甲遐个支持伊、摆脱伊的这群众、伊的装下的人，大来见证上帝，这才是奇妙。因为伊的生命改变是上界清楚的福音呐，是生命，是福音的光，所以拄着弥赛亚。对人群来得到真正的自由。兄弟姊妹，咱看见这个妇人人，圣经安尼记载，讲迄个妇人人放落迄个水管，倒转去床下，甲大家讲：恁来看，有一个人甲我生平所做一切事拢讲出来。这个人检测就是基督。讲大家听到安尼出声去看耶稣。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4章39节讲，伫迄个镇上有真多的撒玛利亚人信耶稣，因迄个妇人人讲，伊甲我所做的事拢讲出来。因为因
经过这个互人讨厌拒绝的妇人人，这个人去看耶稣，听见耶稣的真理，然后甲因这个人信主了，甲迄个妇人人讲：阮现在信啊，毋是因为你讲的话，是因为阮亲自听见伊的话，知影伊真正是世界的主。啊，这实在是一个普通的妇人人，甚至是罪人改变的故事。好亲像对迄个井内底的水变成看见迄个活水，迄个生命完全受透放，啉了袂阁再喙焦的，像着迄个物质的水变成是生命改变的水，是活水，是上帝源源不绝对圣心来的水。现在这位结尾来讲，咱要行一个50许年，咱来学习，常常伫主的面前领受改变。但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有时咱想讲啊，我改变啊，我30年前改变。但是当你讲故事的时候，你讲我30年前有改变，但现在有改变无？我是毋是持续咧改变中？我是时时咧更新的中间。就像咱一个人咧用手机，一个人用电脑，哇，用无几档你的电脑就无好用啊呢。无输咧用一支手机啊都欠欠用，唔甘换即马伊强迫你爱换，因为足侪软体你袂用一啦。讲你这伤旧啊，无要甲你更新啊。咱人嘛是安尼咧，咱人想讲我30年前信主，我偌荣耀的有影甲你恭喜，但30年后你还搁咧讲古早的故事，你逐礼拜拢无受更新嘛？你无受圣心的更新嘛？一个常常伫主内面受更新的人，生命翻转的人，伊才持续有迄个影响力，有迄个生命福音的光。所以，咱看见世界用人的方法，用人的方法讲是用有学识啦、有地位、有财富、受人尊敬的人，这有影，这大概是世界普通的一种的原则嘛，但是你看上帝的方法是什么？是用遐个生命互伊改变的人。耶稣的学生就是上界好的代表嘛。你看耶稣的学生，多一个是安尼学问粗饱的人，多一个是咧业毕的人，但是这个人改变世界。当圣经伫主耶稣的这段经文，伊讲一句话伊讲伫这个淫乱甲邪恶的时代啦伫这个淫乱甲邪恶的时代，互咱真大的一个警醒。这淫乱甲邪恶时代代表讲，伫这个社会魔鬼放纵的时阵，常常会侵夺咱对上帝的认捌，也是讲咱看见上帝福音用人的办法要处理的时阵，所以迄个用血气观念所看的社会地位，也是利用知识来理解的宗教信仰，也是伫咧自满自高，迄个用人的材料的自信，事实伫主的内面，这拢无及格，毋是上帝要用的啦，是上帝讲你有伫我的内面完全放弃家己，否定家己来跟对我。这礼拜来，咱看见迄个柬埔寨拐人的代志互咱新闻报讲，惊是咱台湾遐侪人安尼，一大堆红拖拖对遐去咧。这嘛看见咱社会问题，咱袂使讲看遐人戆，毋是啦。这社会价值有问题，人为着要追求世间的财富，好险嘛敢行。但是咱嘛看见讲，像这段经文伫这个淫乱的甲社会时代，顶2日警察就去抓到一对少年人，伊专门在甲人骗人去柬埔寨，咧趁钱的，讲开一只几百万的迄个轿车，进口的轿车，但伊迄钱是去卖人来赚来，翁仔某住豪宅。你想讲，这款社会竟然是这款人，安尼穿得光鲜亮丽，住豪宅、开名车，然后迄款乌心钱是对这款来的。
这个社会价值是安尼呢？兄弟姊妹，咱基督徒，咱毋是用世间社会的方法，咱的生命若无互主破碎，主过我的大能，无法度伫咱的生命中间来彰显出来。意思是你有改变无吼？真清楚啦！你的行为模式、你的讲话、你的价值观，若无互过我的主改变，你要用你的话来叫人信主，迄个困难度就悬。但是有的人用家己的生命的改变，诚做上水的见证。所以咱嘛常常会看见讲是安那，有真侪粗信的兄弟，足够引出人来信主。伊都毋免讲偌济圣经的话啊，也是讲偌济迄个见证。伊讲你都看我就好啊，因为家己的改变，边仔的人看上清楚啊。兄弟姊妹，咱的生命若无真实经历主的过我的大能，就无法度人期待别人也得到福音的好处，也无法度进行迄个爱心的行动。迄个爱心的行动是因你的生命改变，互人看见。咱早期的宣教师甘伟林牧师哈，甘伟林牧师伊讲一句话哈，伊讲伫台湾宣教上有效的，毋是甲人讲因信称义的道理啦。特别伊迄个时代吼，真侪咱台湾人毋捌字啊，因信称义到底什么意思，伊哪会知？但是吼，迄个有爱心的行动，伊随知影。早期真侪的基督徒，拢是因为这医疗对病痛得到医治，这外国的宣教师、这医生，伫咱的心脑病院的帮衬的下面，病痛入来，健康出去。伊讲啊，若安尼这款的上帝，我要信啦。因为恁外国人啊，竟然听我，所以我要信。所以爱心的行动，就是你有生命的改变。你的生命的改变，你才有爱心的开展。兄弟姊妹，咱的教会要迎子50几年，教会要转化，请咱大家常常注意，咱是毋是灵命受更新，伫咱的生命受转化，生命真实拄着主，确实认罪悔改，同录音。这个说服力遮大，我真期待咱天国小组要开始。现在疫情的关系哦，咱已经一两冬无啥震动，改成安尼，搁小可筋骨搁酸痛起来吼，无力气啊。但是你免烦恼，现在记你这是上帝的事啦，福音是上帝的事，你只要甲主讲主啊，我需要。咱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用贴心的行动来互人看见福音的价值。咱要做一个祈祷，然后咱有要邀请今仔日有一个见证哈，啊，稍等下咱要线接下面，咱三个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是一个老国旧破碎的生命，我想用家己的办法要追求一较水的生命品质，总是阮的气力有限，阮社会引诱搁较大，阮的罪遐尼重。主耶稣，你甲阮讲，阮若要对你。就否定家己，拿家己的世界来跟对你。因为若放弃家己的生命，就要救家己的生命，就丧失生命。为着你甲福音的缘故，丧失生命，就要得到生命。这是何等大的真理，阮人有时测度袂到。主求你圣心临在伫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互阮知，阮的生命转化，毋是阮要得到利益甲帮助，是阮才有气力。通为主做见证，传爱心的行动。主啊，阮准备下半年要推动福音的事工，阮需要一群欢喜受转化、欢喜生命伫主内面得到改变的人。我们做伙来见证上帝你伟大的作为。愿你的开力甲阮三甲伫地。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